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丁亚珊，欢迎收看7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区新闻。前瞻计划拄三读通过，内政部长叶俊荣上午率领官员南下，头一站来到台南，一方面听取地区需求，另外也针对前瞻计划甲地区做沟通甲说明，并且实地进行了解。由内政部长叶俊荣带领。中央部会今仔日特别南下，向市府说明内政部配合前瞻基础建设推动的情形，包括城乡、绿能、甲水环境三大建设，将积极甲地方政府合作。针对这一次的前瞻，内政部所负责的负责推动的总经费虽然不会比其他部会多，但是我们一直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包括城乡里面的是3个重要的案子，包括道路品质，包括城镇复兴，包括公共据点准备，其实都是非常具体的衔接在我们各政府、地方政府里面实际的需求。那当然，过去也有一些长期合作推动的，包括人本生活圈，还有许多的城乡新风貌很多计划。但是这一次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是说，我们可以过去有很好的想法，那这一次把经费呢做一个集中，做一个集中呢，能够一个比较完整性的把一些我们跟我们的地方政府的一些共同的理想可以衔接起来。其中，城乡建设的城镇之星计划会依照竞争型、甲政策型补助方式，台南市也以月定港参与全国竞争型提案。希望争取上悬3亿补助经费。市长表示，不管是土地取得、配合款甲执行率，市府一定全力以赴。那这部分呢，县市合并之后，台南市各局处大家都非常有经验。那议会呢，大家也都非常支持。就土地的解决方面呢，我们会先以公有地土地取得为优先的计划，我们才会送去争取。台南市未来在整个不管是现金或者是举债的额度，总共大概有700-800亿元这么多所以要去配合前瞻基础建设没有问题。那第3个呢计划的执行力那我们这部分我会要求我们各局处一定要把每一个计划如期如此完工。那未来如果需要交接给下一任市长的话，那我们也会把每个计划都列清楚，让新任的市长可以马上进入状况，掌握进度，让每个计划都如期如此完工，让前瞻基础建设的美意可以充分展现出来。曾经在民国95年得到内政部城乡服贸计划补助的月定港，经过10档的努力，推动月顶风华再现，到即马月定港定节。一档创下80万人次的参观人潮，内部部长也亲身到现场听取简报，并且实地会勘，希望会当打造融入地方文化、甲地貌特质历史风貌园区，带动周边永续的发展。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民国104年，台南市天狗日造成2万多人感染，112人死亡。委员认为，高达将近2冬，拢无看到市区任何人负责。对此，委员单调来上午召开记者会，邀集市府官员甲天狗日受害者座谈，要求市府帮助受害者申请国家赔偿。台南市一名王姓民众伫2冬前，全家3人得到天狗日。民众根据监察院纠正，认为台南市政府无落实执行防疫措施，才造成天狗日大流行，因此向市府申请国家赔偿，但却一直无结果，才转向法院提出告诉。上午由议员单调来，甲国民党议员蔡耀辉、罗坤浩、甲洪玉峰联合召开记者会，希望为受害者找回公平甲正义。
咱104年登革热爆发，到即摆已经满2冬，但是咱无看到公平正义对老百姓的补偿，而且伫105年10月，监察院严正纠正台南市政府市长赖清德、副市长严纯佐、卫生局长林胜哲这3位，要叫他们深切检讨。我们又看到我们有民众已经起身向法院提告，申请国赔。那我们也没有看到市政府在这一方面能够协助民众来做这样的一个国赔的事情。这是今日记者会上大的重点。市府出席人员除了环保卫生单位，另外阁有人事、法制甲政风等单位，因为申请国家赔偿有一定时程限制。市府法制处表示，目前专案进入司法程序，等待司法判决。在这个案子里面，因为本案已经翁先生已经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请求，那一切都在法院的审议中。所以就这个整个是不是符合国家赔偿的构成要件？那我想，因为它已经在诉讼系数中，我们也不便表示意见，就由法院来做一个公正的判决，看这个责任的归属到底是要怎么去做处理。因为申请国家赔偿是为受害人损害2冬来提出，现在时限将要到，议员除了呼吁更较侪受害人站出来提出集体诉讼，另外也要求人事处爱追究官员责任，并且伫日后修订补偿处理条例，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台湾新闻林英根、郭博义采访报道。国内上有规模的台湾国际创新发明竞赛。有来自世界180个队伍参加，为7月5号开始，连续4天，将伫嘉南药理大学体育场展示，也有专业评审教授针对每一项发明的实用性、创新程度等等进行评比，也借机会，互更较侪创新发明者会当互相交流。将脑中的创意化作实际，伫咧国内上届具有规模的台湾国际创新发明甲设计比赛，7月5号开始，4天的时间，拢伫咧嘉南药理大学的体育场展示。这届有来自美国、法国、日本、新加坡等等国家，总共180队来参赛，分做设计组、发明社会组、甲发明青少年组这3个类别，并且由国际知名的专业教授进行实际操作甲了解原理，进一步来去做评比。这一个活动最有意义的就是结合海内外有来自国外的以及本地的也不仅只是我们嘉南药理大学各个大学的创新发明设计的这些产品，能够有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够交流，进而促进他们的商品化技转。那么这个对于一些经济比较弱势的学生没有办法到世界各地去参展，那么借由这样子一个竞赛活动能够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在国际上面被看到。这届展出侪创意作品，有动画、游戏，也有实用性的。其中一项新型的香，因为加入了磷角壳碳，所以会大大降低所造成的空气污染，而且气味甲烧的时间甲一般的香拢同款。原始败香之中再加入我们磷角壳的生物炭，那制成的败香就像这个样子。那我们制成这个败香之后，我们可以减低它的悬浮微粒，达到45% 的减量效果。那这个部分的话，它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原始一般败香的燃烧部分或跟气味上，对。但是我们能够达到空污减量的效果，对，可以维持我们的传统，又可以达到我们的维护国人健康。这个由台湾专家学者所举办的发明竞赛，希望会当鼓励较侪优秀的人才发挥创意甲实际执行的能力，并希望会当进一步促进咱台湾的产业发展。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
以珍珠奶茶流行国内外国际大餐饮集团，伫成立39年的时阵，号召机械员工做伙响应饥饿30活动，捐款15万，希望会当借此，互社会上更较侪人关心国内特殊状况的家庭。为着要响应台湾世界展望会第28届饥饿30人道救援活动，台南在地青金的国际茶饮集团由总经理许淑丽号召员工体验邀12点钟。伫咧过程袂当食硬体食物，只当啉一寡流质的饮料来补充体力，并且捐款15万来关怀国内的特殊家庭。这一次呢，和台湾世界展望会合作的饥饿30活动，发起了翰林传爱，成就了生命奇迹，动员了所有的翰林人关怀弱势家庭，希望呢也能够借此能够唤醒更多人的爱心，化作行动力，以实际的行动来参与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受到关怀，能够在平安的健康长大，同时呢也能够让家成为一个最安全、最温暖的一个避风港。就是非常谢谢翰林茶饮哈，就是说翰林国际这边哈，就是说让我们就是今年特别就是来帮助我们哈。那除了今天的这样子的饥饿30的有一个 DIY 的体验，员工体验之外呢，我知道徐总在7月15、16号还要带队去参加哈，然后体验30个小时，真的非常不容易哈。一般企业是很难做到这样哈。那我真的是翰林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企业哈。除了捐款，茶饮集团也伫咧全台湾52个店面放饥饿30个文宣甲捐款箱，希望会当集合社会大众的爱心，共同关心国内弱势家庭，帮助因度过人生的难关，影响希望的未来。台湾新闻张武忠采访报道。新客混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咖啡若是要好啉，就要甲产地有关系以外，上大关键就是咖啡豆烘焙的技术。台湾有一位咖啡达人，家己研发出刀红来烘焙咖啡豆，因为刀红耐高温，佮有透气的特性，互烘出的豆仔特别香，吸引真侪爱啉咖啡的人前往品尝。这台世界唯一的陶瓮烘焙机是由业者吴英海所研发出来。伊表示，当初是有这个发想，是因为本身有陶艺技术，了解陶瓮有受热真平均，也佮有透气的特性。伫咧烘豆的过程，尽量以地当达到理想的温度，袂有不锈钢机器所烘出来豆仔，迄款外口式内底青青的状况来发生，影响咖啡的风味。其实我是有做陶、卖陶。代理那个戴竹溪国宝级老师的陶的东西，然后我另一方面我也开了一家咖啡店，西餐厅，也有在卖咖啡，当初我买的是日本的烘焙机，日本的烘焙机一台都15万、20万，当初很贵的，那烘起来，结果用不到3、4年就坏掉了，那时候我们就想到，既然是烘焙，那我们用陶来烘焙也可以啊，所以当初我就基于这个理念，然后去用陶来做烘焙的咖啡豆的一个开始。
也因为这台陶瓮烘焙机所烘出来的豆啊，伫咧口感方面表现非常优秀，也互这间伫咧五花街227号的咖啡店，伫咧开幕以后，就吸引了济，知影要安怎品尝咖啡的爱好者上门来试看卖。觉得用陶瓮烘焙的意式咖啡豆的话它的回甘香浓，就是真的跟不一样。而且喝到我们的喉咙的时候，它的尾韵就是非常的甘甜这样子。我们在烘焙豆子里面最怕就是失温，在烘到一半，因为烘门一打开，我们温度下降会失温。这个陶根本没有这一个的问题存在哦。然后陶本身又有远红外线。它这个穿透力特别好，所以我们在烘焙咖啡豆的时候，它会烘焙到里外都熟，没有腥的现象哦，腥味很凶哦，所以它喝起来咖啡就不会有带青草味哦，它会熟透的感觉哦，它咖啡豆也特别干，特别香。目前市面上金属烘豆机大约爱10外万。但这台由个人自行研发的陶瓮烘豆机，只需要不到一半的技巧就能买到，而且烘出来的豆啊，在口感表现方面，可以当提升20%左右，呈现出特别又个顺畅的好咖啡。咱的新闻专网采访报道。暑假期间，为着让来台南的旅客会当感受无止工艺的水，有5星级饭店除了结合台南家具博物馆。举办家具艺术品展览，佮打造2间主题客房，要让旅客好好享受难得的生活美学。拥有将近1架组手工技艺木质家具，对1966年外销时期的风格，到1991年两化密切交流的红木家具，一直展到强调设计甲品牌创意家具等等。当中也有3任总统接待外宾的座椅。除了展出家具的发展历史，嘛等于是见证台湾的产业文化发展，相当难能可贵。我们曾经有经过这个外销的巅峰时期，那时候台湾的家具王国，那到了两岸的交流频繁的时期，到现在21世纪的这个文创时期，那么我们呢，根据这每一个时期呢，提供一些比较经典的家具做一个陈列，那也对我们台湾的整个家具产业史做一个回顾。那过去我们60年来，我们的整个台湾家具产业一路走来这样子的一个发展。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下一个阶段台湾的家具业应该何去何从？这是大家更需要去思考的一个地方。该展览伫5星级饭店的大厅，也特别打造伫大树骹超前的入口意象，凸显伫台南慢活休闲的气氛。同时，饭店配合该展览，嘛特别设计2间主题客房，要让旅客会当感受各种木质工艺家具，好好来享受伫台南的生活。这一次我们呢包装了2个客房，2个主题客房里面呢就融入了一些永兴的一些元素在。那等会呢会带大家来做参观。那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交流呢，那暑假要来了。那可以把这么好的东西，能够让更多的好朋友来，不止参观以外，还可以来直接住到里面，然后感受到这个家具的温度。另外，对7月15到8月26的每礼拜六，嘛拢有木质 DIY 课程，民众会当体验如何做一项专属于家己的猪。电新闻顾问局张伟忠采访报道。卵巢癌因为早期诊断困难，渐渐转移复发机会悬，因此伫105年癌症死亡人数的排名已经排到第10名。因此提醒有灵感也即是卵巢癌家族史的女性，应该定期接受检查，也会当选择基因检测，提早预防切除，也即是找到适合的药物治疗。在女性器官的癌症当中，卵巢癌的发生率虽然排第3，但死亡率却是第1名。主要原因就是早期诊断困难，疾病渐渐转移，而且经过手术也即是化疗以后，有高达8成的病人会复发。因此，透过癌症基因的体检，不但会当提早预防，而且也会当提供个人化的抗癌治疗，延长存活率。只要发现有家族史的情况，就可以接受检测。那我们一般来讲，
感检测是怎么进行？大概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可以，目前的技术是可以用口水或者是血液来做基因分析。目前这个都是自费？对，这是自费项目。因此，医师提醒有灵感也就是卵巢癌家族史的女性，应该定期接受检查，也当透过基因检测来做体检。这是因为相关的费用甲保险制度，和这个检验方式在台湾也未普及。若是有需要，会当甲医师讨论，找出适合个人化的医疗选择。但新闻早上林根采访报道。自台南县市合并升格为地下市以后，为了缩短城乡距离，市府改善甲新建道路相关工程，以3横3纵为目标，完成大台南的快速道路建设。不管为北到南，由东到西，都会当快速相通，实现台南市30分钟生活圈的梦想。之前每天到南科上班啊，都会塞在省道至南科那一段，然后现在多了这一条高架桥啊，现在每天上下班节省不少时间。另外，现在多了那一条北外环道路，现在从南科到高铁那一段啊，也节省了不少时间。我主要是住在那个火车站后站那边啦。以前如果要去那个高速公路往北，有没有？你要么就是先到永康再上去，不然就是要那个绕回去仁德才可以上去，这样不是很方便啦。自从那个大安交流道开了之后，我只要那个小道路开到底，就可以直接上去了，真的那个时间省很多，不错。我们合并了以后，我们完成了3横3纵的高快速公路网。所谓3纵，就是国道1号中山高、国道3号2高，还有台61线的这个西边快速公路。那3横呢，就是台84的这个北边义景线，还有国道8号，还有台86的台湾关庙线。同时，我们也增加或改善了3个交流道，一个是这个柳营交流道，那第二个是这个大湾交流道，第三我们也改善了这个仁德交流道，成为真正高快速公路网。任何起点交流道上去到终点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在30分钟之内呢，到达，所以真正完成我们30分钟的这个生活圈的这个路网。建设一个城市，要先从架构好交通网络做起。尤其大台南幅员辽阔，更需要完成道路的基础建设，来缩短城乡距离。自民国99年台南县市合并升格为直辖市后，市府便不遗余力加强交通建设。7年时间，总共投入约200亿经费，以30分钟生活圈为目标。台84线及台86线于全线通车后，紧接着增强交通枢纽的连接性，增设了大湾交流道、柳营交流道及改善仁德交流道，3横3纵大串联，完成大台南的快速道路路网的建设，让台南不管从北到南，由东到西全面快速相通。为强化3横3纵快速公路路网功能，台南市政府也积极改善了区域型交通建设。县市合并后，完成了45件生活圈道路建设、96件市区道路建设、26件拓宽道路建设及35件桥梁改建工程建设。于106年3月12日完成通车的台江大道，全线工程耗时10多年，总经费高达63.3亿元。除了改善了地区交通外，也完整的建构出台南市东西向外环道路。为了使台江大道进一步向西跨越曾文溪，连接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市府再度积极向中央争取新建曾文溪景观大桥。行政院也已核定相关经费，预计将于111年底完工，并持续争取台61线延伸新辟工程，延伸鹿耳门大道及新建跨渔港大桥，使台61线可往南衔接台17线，完整发挥南北连贯功能。
而由中央补助持续办理104年到107年生活圈道路计划，包含盐水区南80线往南延伸至新营复兴路道路新辟工程、下营南外环道路新辟工程、台南市六甲西侧外环道路工程、西港东侧外环道路新辟工程、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新化区高铁沙仑站桥下道路第2期后续工程等16项道路工程建设，总经费约140亿。因为我们的人口少，面积又大，相较之下呢，我们分散又集中。那为什么会分散呢？因为我们的面积大，但是人口数少。但是为什么是集中呢？我们会集中在这个整个乡镇里面，所以呢，我们需要很多的公路系统来串联，这样子呢，才能够促进我们台南市的发展。那有鉴于此呢，市长在台南县市合并之后，特别注重这个生活圈的这个计划的争取。所以呢，我们在104年到107年的生活圈计划，我们总共争取了16条的道路。那这16条道路里面呢，其中有1条就是快速道路，其中是沿着盐水溪，所以它是直接可以一直从新市一直沿着盐水溪一直到安平，这是我们以后的长远的一个计划。那我们新建这个完善的公路系统呢，我们可以打造以后各乡镇联络的30分钟的生活圈。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尔后我们的城市跟城市之间、区域跟区域之间的连结呢，会更为完善，也会更为方便。那对于以后会奠定我们台南市以后发展的这个基石。目前台南市推动中的重大建设，包括台南市国际会展中心、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永康炮校迁移及关庙校区新建案、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之沙仑绿能科学城等，皆能与交通建设相辅相成，使台南市的各项公共建设达到最大的效益。相信未来这些建设逐一完成后，能真正落实台南市成为一个更繁荣、幸福的宜居城市。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节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然后记录2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7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丁亚珊，咱再会。